我们欢迎下一个表演者阿基。刷落来，互咱欢迎对台南的声音阿基。阿基是台湾饶舌厂牌人人有功能的歌手。阿基的创作充满本土的意识，对04年开始，就用台语 rap 的方式唱出台湾的故事。伊的作品有足侪台南在地的文化，甲台湾本土的历史。伫伊推出的单曲《白色恐怖》中，就有讲到台湾对日霸到白色恐怖的戒严历史。歌词内底，直直讲到的，你敢放袂记啊？搁插伫个目尖，为自由不惜生命，提醒大家毋通袂记过去发生过的代志。阿基将学校无教的历史写入去歌内底，伊用台语 rap 继续唱出台湾目金利的过去。好，大家好，我叫阿基。彼个大哥第一条歌介绍我从倒位来的。你感觉什么声是会当代表台南？对你来讲，上印象？啊，就笑声无啥物声。啊？笑声还无啥。笑声，你讲笑声，你个讲是介好，你莫。我讲这袂歹，阿姨，你讲什么声音会当代表台南的声？笑声。笑声。你讲讲台语。笑声。哦，你讲台南的笑声是迄个，就会当代表台南。对啊。笑代表一切啊！开心啊！我在台南是很开心。敢是今仔日的工课淡薄仔忝，感觉今仔日的台南淡薄仔咸，敢是今仔头家讲话淡薄仔险，只是今仔乡家己淡薄仔忙，大感觉是甲比赛撞啊，来去的车流量甲风险勃勃拍拼无用放松，为着生活日真做工。我知影你毋知影，其实上那是做人。这款卖甲目睭合起来。你的认真感受声音甲喘气，分明用心享受气味甲关系。自己问我敢有渐渐仔介意，这是亲门甲苦调整颗心情。甲我讲，台南代表什么声？什么声伫你心内是代表啥心情？什么款的答案是代表什么款生活？什么款的你是什么声音甲你声来啊？代表什么声？什么声？代表什么心情？代表什么生活？什么声音甲你声？苦牵车往台南站到啊！成功路顶的啊无聊啊！逐天暗暝的石机啊！是物家的兴旺爷，是物家的兴旺爷，嘛叫做石金龟王爷。伊是台南府城百当前城内上兴的神明，城外就是西河店的讲这尊王。即马听到这就是阿勇师哦的小法团，非常的经典。哦，因为我介意台南，所以我做这个代志，所以后一条歌。介意台南送予线上的每一个人，来哟，来哟，坐高铁来去台南哦。我足介意台南，我甲伊放伫我心肝顶，就算厝我这边较贵较俗嘛是台南味。不管我无用，一定爱安排时间转去我的故乡，拄着258的透早来去。
我介意台人早顿着食菱甲肉色饭，因为介意台人食完200几斤牛肉汤。我介意这个步调，因为会当喘开。我嘛定定伫进来散步，甲卖娘偷小米。我甲目睭甲日子拢靠伫呼声。等我大汉，我嘛想要做一个有营养的人。环境甲文化拢需要大家守护照顾。甲历史背景讲可实说，信用卡是教育，什么进步对我来讲爱是这。新家骄傲的农产品全部送往国际。我是台南的囡仔，我对土地的尊重。大声甲你讲，我介意台南，我想要选市长，当选来啊！介意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来啊！介意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我的责任就是共同介绍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互台南啊。来去看日头落山伫北门啊，来去暗暝宿厝闹咧烧王船，来去鱼树啊，骑着乌多摆载着水母诶，来去暗暝目都要我洗花园啊，来去来去来去洗啊洗啊。来去，一款西呀西呀，迄条边风云光临台南，有闲来咱邻家肉色饭行行的，吃饭皇帝大，来哦！介意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哦。介意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我的责任就是共同介绍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互台南啊。嘿，介意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来啊。介意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我的责任就是共同介绍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互台南美满。耶！现场的破声好我一个吼。我虽然无开放哦，不过真正在场嘛是真侪哦工作人员哦，辛苦辛苦啊！啊了，头前2条歌是我对台南的感情，啊了，第3条歌就是要送互哦我上喜意的城市，啊嘛是台南，哦对，啊这条歌写的是我的日常，因为台南哦有足侪所在拢有路灯，啊这路灯嘛亲像火金哥共款。哦，因带你去，哦，恁想要去的所在，伊嘛带你转去恁兜，不管是伫台南嘛是啦，伫台北嘛是，拢是真安全的啊。伫台湾就是最安全，所以这条歌火金哥送互线上的朋友，来哦。怎么听到这只威士巴是我的？我要留阮囝哦，拍起来用的。准备，嘿，这是台南府城安平虾饼，这是台南七股盐山蚵仔，这是台南正港武庙古早。来去台南行行，做伙听听，约比写出台南袂出咱的。
一个文化的孤独快乐的城市。细汉伫遮大汉引起件代志，爸母赐我一个美丽的名字，遮的人情味拢有影古锥啊！无想过离开遮，我想绝对一世人捌伫遮带某生囝，我做骄我拢讲台语大汉，我是下港的囡仔，多谢啦，我的爸爸妈妈。今嘛感觉房间内底作紧，想要出去探查外口日头加在作冰。家啊路顶的人有的做紧，有的一步一卡用，只是下晡尾4点嘛，搁差20分钟。偌久无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离开北国岛啊，电咱来的世界。心莫想讲红顿要食啥，应该是要两罐秘鲁来去风景海外看海。只是行到半路拄着厝边拍一只鼓，日头渐渐落山，阳光光光一阵山北光我甲威士忌，面伫青崖，甲看到路顶一拍光，看只手表下暗点半。当下路顶亲像会经过。这间台南市的每一条街仔路，奔波我的不止落雨声，搁有比较拽，搁有你甲我。简单讲一句啊，台南就是非常有温度的一个城市，嘛是非常会当来移民来台南的一个城市哦。不管你伫对一定爱有闲就来台南行行的。来啊，准备。台南上有名就是巷仔，超济巷仔。第一步先等巷仔行起来，行伫巷仔内底。行伫一个充满知识、历史、智慧的火，行行伫一个计划。努力世界拢有故事，你我也是导演。我爱着这里，一定无意外，无论都是假。甲我步着步，我慢慢啊行，无差。生活吃粗饱，慢就无咧寻找啥物机会。我是做一工算一工，会做工来脚踏实地。阮日头看路顶的，因这间台南市。因不止予你安全的心情，伊搁带你转去。路边凊彩一斤肉色饭的温度绝对，予你无只会想挂伫厝边难忘的口味。因为台南味的台南地是大人囡仔拢无一时输来去较介意。有我对水路顶的，听到威士吧，细也细伫暗面经过港口甲天差。你敢知影这？较早是台南遮毋知的朋友车，对伫歌词的后壁。赶快细也细伫大路顶端吹也吹着我，面对面前810岁的你8岁。不管你是在地还是外地来甲这保持人情味，的确热情我跳伫台南市啊。耶！虽然今日无开放，在座的工作人员会当互我一个抱啊声者。哎呀，赞！好咧，刷来一连串的拢是非常精非常了得的一个歌，所以我要开我的第2罐矿泉水。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大家食饱无食饱就叫副片打啦等我这 OK。好，今仔是礼拜74周年所以我创作的2大背景，第一个就是土地关怀像台南歌，像迄个一寡环境的保持共款。了第2个主题就是迄个政治歌过去的历史，即马发生的一寡不公不义的代志我就变成歌曲甲写出来，互较侪听众去知影这个代志。所以来。毕业大哥，第4条，
第3条啦，嘿。好，开始啊！嘿，末日，嘿，一千角度对世界已经觉悟，天到黑，人的心嘛渐渐到向，黑的社会，黑的世界渐渐变变态，人的妖气接人吧，你会慢慢散架，你会慢慢要相信天啦，你啦。无相信一个正常的，伊会倒手唱一支倒用这首过身的。摇铃阿爸看破你的心肝，世界都是有为着你，我真感真绝望的人，不一手段，违背良心的人啊！干你娘嘞！我知时辰已经到啊，我嘛知恐怖是人造成的，无应该害着你的朋友，敢有看到伊甲善良态调？伊伫你的背后，嘿，代表一切渐渐模糊。甲人后一前，我会丢丢紧，是拢免讲，就是一切分明踏着去看，管你当真有偌济汤拢顶着我惊吓，因为我日草袂输更爽，迄款人好日子照过无错，我讲就是那这乌白。这世界上有非常多妖魔鬼怪来拜请千岁。大天顺手，光阴性格，乒乒乓乓，规阵头拢是炮仔声。妖魔鬼怪，掠甲无半只，慈悲灵感是咱千岁爷。进了，嘿嘿嘿。一罐茶甲4、5十岁应唔才袂讨趁手，一款有势把手势你头壳顶悬手，一款不识财团登记乌代无煞笑啊！你所当然会面笑，你变真正突然。这拢是为了生活你做乌，前世活伫倒面思想无善良，天生头壳减了，面种食了无健康无良，所以拜食千岁处理才会无正常。啥物政府就有啥物款的骗出欺负无辜体体，紧写紧宗教，搁紧自由，无民主紧律事，紧说会甲团后事。只要皇帝放弃发符贴着你的厝，做啥物因一定有报应，存啥物心向天一定受认知。这就是人生秩序，各种正面开户，我是文人武啊，反而我是家父。今仔拜者啊，拜者千岁，世界上做者妖魔鬼怪，像习近平这种的啦，像柯文哲这种的啦，像马英九这种的啦，哦，全部甲收起来，包起来，拜者千岁，真成威啊！耶！进到大天顺手，国际性格。乒乒乓乓，规阵头拢是炮仔声，妖魔鬼怪，掠甲无半只，趣味灵感是咱千岁爷，大天顺手，公益性格，乒乒乓乓，规阵头拢是炮仔声，妖魔鬼怪，掠甲无半只，趣味灵感是咱千岁爷，大天顺手，公益性格，乒乒乓乓，规阵头拢是炮仔声，妖魔鬼怪。掠甲无半只，趣味灵感是咱千岁爷，大天顺手，国际性格，乒乒乓乓，规阵头拢是炮仔声，妖魔鬼怪，掠甲无半只，趣味灵感是咱千岁爷。好，掌声鼓励啊！不管你是线上还是现场的朋友啊，感谢你。好，倒你一水，
这真正是做了电的啊。好，迄个礼拜事件，其实阮踮迄个法国教育来讲，阮其实去小无济，听好了，就想要做一条歌叫《白色恐怖》啦。了开始研究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个历史背景的故事。我因为做《白色恐怖》这条歌，得到足侪人的回馈，所以我拍算每当拢爱做一条甲台湾迄个228历史故事背景有关系的歌。了伫2当前旧年我小可袂记啊。了台南其实有一个女性，伊嘛是228的迄个受害者。我伫线上做者看到伊的迄个歌曲，去纪念伊，所以我就拍算要做条歌。了这条歌送予伫1956年所牺牲的所有的女性的受害者，这歌《青春》。青春纯纯的世界，必须勇敢的面对搁流目屎。一个骂，一个放来，无人能比厉害。为着明仔载，委屈甲期待去放来。迄阵风回来啊，甲你带去负责的金龟树边梦啊，梦梦。你着算伤痕累累，由我切切面对，度量家己心，叫阮莫烦恼呀，莫悲哀呀，莫悲哀呀，莫悲哀呀。你心内你亲像盛开的花，开伫毋对的时代，无人知目屎，直直传袂出去的批，讲袂出嘴的话，说你青春岁月，无应该亲像你头落山后，你踮伫头边的等候月亮，渐渐升起，照着你的面。你有我点点美好，我知这座新的世界有淡薄仔改变，安尼你的离开就无了遗憾，烦恼活伫世间的今日是世，以后你是心中是怎样看待？正是这片土地所有的不敢甲头鬃转变为真正的故事，提起即摆的你必须爱珍惜过去一生的幸福的模样。因着亲像百合花同款，连伫1956年的台湾。青春的故事。
好，感谢。好，照我当初因为我对丁窈窕的迄个背书历史拢无啥了解，所以我是去谷歌的啦吼，去 Google 的。了，较发现伫1956年其实有真侪迄个女性的受害者牺牲，不管是迄个丁窈窕施水环、张产美张产美搁伫个，了搁有迄个。搁有迄个傅如芝，了搁有，其实台湾嘛是一个女性，所以照我就送互因安尼，因就亲像百合花共款，百合花伊的花语叫做百合花啦吼，嘛是互大家教育一下。好，后一条歌，看一下时间，好，后一条歌，其实甲迄个这条歌是甲迄个中华丽水非常厉害的一个民谣天团叫做农村武装青年农村武装青年合作的这条歌。了这歌呢，真英雄啦，会当喷因的福气，伫迄个千过点会着。了这歌哪样笑的朋友我有曾经我有伫迄个表演做者活动顶悬拢有讲着，就是你若有机会会当去迄个千过甲这歌唱好了甲迄个领影起来互我看。你来阮兜食林家肉燥饭，就送你食卤卵。好，就是非常简单，好不好？卤卵是一个做昂贵的物件咧，大家要加卤卵，迄是加无啥会落啊。所以这歌伊写的背景就是迄个台湾的环境的维持啦，佮有一寡迄个旧屋自然这样自然是迄个家己火烧迄种佮有迄个像安平道迄个安平鱼仔市场有可能会拆阮就去捍卫一下了伊就原地保留安尼这条歌就是纪念这个代志，就嘛是写这个代志。了，佫有一个重大重点就是台语这个物件，因为足侪人拢无啥会晓讲台语啊，所以阮即马咧做的，像不管是创作也好，不管是有迄个公司台语台嘛好，其实拢是为着台语奋斗互足侪人会当去了解懂台语的背景甚至会当讲，甚至会当学迄是上大的重点。好，所以这条歌出来送互在座的各位嘛线上的朋友，努力。找无回去的路，找无那些的天空，找无清气的海水，找无人对土地的正义，找无人情味，找无祖先的智慧，甲先天文明。找无台湾伫你心中的位置，找啊找。你若会晓笑的朋友，就对做一笑。天空海洋，山岭河流残垣，老树古厝，祖先仔的智慧。天空海洋，山岭河流残垣，老树古厝，祖先仔的智慧。茫茫的天空，乌乌的海洋，北京的山岭，离落的河流，添雪的残垣，古调的老树，跳雪的破碎。破坏不顾路是安怎进步，一点点牺牲，做回对为人民，渐渐消失人民茫茫关系。为怎又行，脚的目屎直直破，嘴无煞，天的火烧掉点，笑的古迹，再传绿伊手段。救命！喊啊大声求，政府也无听，
诉求的，白布条我表面接受调查背后过袂倒啊，现实等来着你的目海鸟我，陪你黑夜无咧转来，台中的空气要莫甲啥物境界，代谢渐渐破灭的，一个一个民众不过你啊，穿着老地故乡啊。树啊，双啊枝，走找阮祖先啊啦哩基地啊，树啊，双啊枝，子孙啊啦哩脚步是要行对倒位去啊，树啊，双啊枝。找啊找，要找拢无，找无转去的路伫倒位？变化是个音乐，今晚恁若海千秋拢挂嘴红，烦恼无聊音乐一世人啊真久温暖。把酒用酒扎起来呀呀，对民众扎起来呀，配合财团关心地陪扎起来呀。什么市场力量完全走阿样，拆掉乌云哪咧厝，为着开条便路，使人感冒面对，为着反对的人，为着市场想要完成的梦想，过水地海红啊。港地起哩港头富水排往溪水流，树仔锯掉山顶下通壁往庄仔头，都市开发真收草地，后代找无厝地来团结，无情的风气啊，吹来吹是讲猫听的火。为着家己事实，为着出世土地，为着祖先到来文化，为着台湾更加美丽，为着引用你去引用伊，斗阵关系做伙正面对抗不公不义，为着土地正义啊！树啊，双啊枝，上机啊，走找阮祖先啊啦哩基地啊，树啊，双啊枝，上机啊，子孙啊啦哩脚步是要行对倒位去啊，树啊，双啊枝，上机啊，有请祖先啊！保庇子孙双脚徛伫家己温暖的家园啊，家己的身躯，家己的思想，家己的文化，家语言，家己的生活，家己的主张，家己的尊严，家己的土地，家己的土地。家己的土地，你咱正面正气天公甲空气，你咱祖先留来文明甲智慧，抗议光复上国财团甲正义。唱好一步一下的土地正义。好，水啊！来，啉下水。啊，这个真正是千过点对，虽然我家己笑嘛，小可落菜，希望大家会当去学习，去了解一下。好，这食歌。拢免讲啊，符合今日主题啦。这只歌就是我伫5、6当前制作只歌，为着二八，为着迄个台湾过去需要忘记的历史。上在座各位马上线上的朋友，这只歌白色恐怖来啊！有人以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庭有审判平民犯罪的情形。是一种不民主、侵害人权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是无疑是不了解中华民国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正面临着全世界最狠毒的敌人——中共的一个独裁政权。
我们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并保护绝大多数国民的福祉，不得不将某些个影响国家重大治安的犯罪，来划交检验机关最高军事单位来审判。中华民国的军事审判绝对是公正、公平、公开。我家是玩欧美啊，那个凄惨的叫什么？跨国组成那个监狱哈，连单中路看的讲我爱家是玩欧美啦。我了解超过10几天，拢伫地下室吼，安全监听那个地下室啊，外口一个伊也不断的问说问的吼，因为我感觉伊在底下编故事，写一大堆自白书啊，什么有的无的，录音啊，感觉在编个故事，因为当你意志消沉吼，加做实际的时候，咱就会参与啊。我袂当讲话，因为我无够，家地位无够分量，因看讲无看，家身躯无够悬。财产千万无够，这目睭来只有财团，目睭来无台湾，无人敢讲正义。你早起，搁有电电，搁有袂当讲台语，守规定，就着中共违反统治的白色恐怖，守着国民党总统把伫台湾看无出路，就着日本教育的阿嬷阿桑，应该受228的事件的，迄是迄天，政府无回无情的，亲自大是民族较好，只要你是咧抗议，不管议员甲医生不要紧，因不管你是老血老目屎，不管土家的尸体打过几摆。不管你是谁，尽管这个心脏，迄是要当我英雄，比起红烧你的板啊！你可放袂记啊？高产你把顶给占啊！结果骨力是重啊，目屎嘛大，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恨啊，我的伤啊。无尊严，无人情，无自由，无信任，无人敢讲啥物。每一个人头日日看我，看你目睭紧紧看，你把后背就插起来，政府恐怖的人掠起来，清官是无人所警戒，要求抹掉历史形象，经过国民党嘛变变惨，38人来抗议，大大细细一讲，国民党。地南良位，自由无说生命活，那是我伫迄个时代参加美丽倒拼输赢，无人知影去是会一直无散，但无心的命案还未破案。台湾是台湾，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性命牺牲保护。你若是想要做一生来出卖台湾，互中国，我甲你讲，干你娘变成恐怖！你敢放袂记啊？高产你把顶给占啊！经过几60单啊，目屎嘛大，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恨啊，我的伤，因我台湾的疼。你敢放袂记啊？高产你把顶给占啊！经过几60单啊，目屎嘛大，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恨啊，我的伤啊。看你体啊来个配甲相片，你是无辜的，当初拢无人会相信你的囝，你去互当因啦，委屈会过去啊。到今仔艰苦嘛是扛伫落地啊，无人知影路是安怎行过来，目屎无缘故倒伫落来。好，今仔足侪人唔知影过程，至少爱知影台人乡出叫蒋介石。经过38人来大大细细白色恐怖，不管你伫现场，不管你伫线上，甲目睭合起来，甲耳仔拍开，听一个故事。不久，80年3月18号，军法大审正式展开。但就在大审前的2个礼拜的2日发，美丽岛8名被告之一林义雄家中发生了3死1重伤的灭门血案。60岁的母亲。才7岁大的双胞胎祖孙3人遭人潜入家中刺杀身亡，而长女则身在牢里的一段时间也很辛苦，出来以后还是很辛苦，为了生活。国民党他们到处都是捣乱，我非常非常爱他，我很尊敬他，因
在座各位，把你的正手举起来。叫做第六苗，我主张台湾独立。你敢忘袂记啊？高插你目顶加尖的，不管你是啥，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恨啊，我的声音，我台湾的疼。你敢忘袂记啊？高插你目顶加尖的。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恨啊，我的伤心的白色恐怖，心的白色恐怖，心的白色恐怖，心的白色恐怖。不管你是对甲我做伙话。致敬郑南榕，致敬张艺华，咱无可能做永远的观众，刷来就是咱的代志啊！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香港加油！我叫阿家，我主张台湾中国一兵一讲。好，感谢罗兰。